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今天要透过约翰福音第10章，我们要来学习认识基督是好牧人，基督也是羊圈的门。主啊，也恩待我们，透过这段经文，我们能够做美好的反省，并且应用在我们身上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啊！我们上礼拜多一次圣餐，是因为我们上礼拜的主日的信息讲到，在以马忤斯路上那2个人，因为在圣餐的时候剥饼的时候，那4个动作都是圣餐的动作。剥饼的时候认出耶稣，所以那个信息是配合圣餐。其实教会从一设立到第16世纪，每一次的主日崇拜都是圣道礼加圣餐礼一起，直到宗教改革以后，那个改革中的变成1个月一次，圣公会跟卫理公会还是每个礼拜一次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卫理公会1个月一次？是因为我们是从美国传过来的。美国的卫理公会3、4千人的时候，连1个牧师都没有，所以他们没办法领圣餐。他们要求约翰卫斯理把牧师派过去。牧师派过去以后，结果卫理公会是扩大的太厉害了，所以那个牧师长牧骑马到各处领圣餐，几乎只能1季才1次。以后牧者多了，可是这个传统没有恢复，变成1个月1次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看约翰福音第10章。今天是教会年历的复活期第4主日。第4主日是讲到耶稣是好牧人，所以今天被称为善牧主日，好牧人的主日。那因为耶稣是好牧人，耶稣在复活以后对彼得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彼得3次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的。”他说：“请你喂养我的羊。”所以，当我们想到主耶稣是好牧人的时候，主耶稣也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小牧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又称为圣召主日，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反省上帝在我身上的 calling， 上帝在我身上的呼召。我要怎么样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？我要怎么样在我的家庭、我的职场、我的听到上帝的呼召？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先来看这段圣经的背景。这段圣经很明显是耶稣讲的比喻。耶稣有讲2个比喻，在这段圣经里面讲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”这个比喻，其实呢，1到7节，耶稣讲说：“我是羊圈的门，或者说我就是门。”所以耶稣讲了2个比喻，一个是羊圈的比喻，一个是好牧人的比喻。那我们现在了解一下比喻这个题材，是福音书跟犹太文学里面常常看见的类型。那个讲的人跟听的人，他们用他们共同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去取材，用生动的图像来传达特殊的意涵，所以听的人一听就懂，因为这个是耳熟能详的，就在我们周遭的。所以比喻一定是就地取材，所以他们很了解。可是我们这个时代跟耶稣的时代一差，都差了2000年，拜托，时空差异太大了，所以我们必须加以说明，才能够了解那个意思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探讨这段好牧人跟羊圈的比喻，他的生活背景。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大部分是游牧为生，所以牧羊人跟羊群的关系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写照。那牧羊人每天都寻找水草去放牧羊群，而当时有2种羊圈，那个圈破音字读圈，2种羊圈，10章1到5节，那个是属于公用羊圈。公用羊圈是什么呢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它那个公用羊圈是有坚固的门，而
而且有坚固的墙，然后有守卫把关。所以你看第2节说，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，看门的就给他开门，羊也听见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出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，既放出自己的羊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羊认得他的声音。他的意思就是，那个公用羊圈里面有一大群羊，其中只有一小群是他的，所以他要进去的时候，守卫知道说：“哦，你就是我们这个公用羊圈的合伙人。”他就打开，让他合法的进去。一进去以后，他就叫每一个名字一点一点，那个羊就就听到声音，就这样子。我也放过羊，我在当空军的时候，在福利站，我养了14只羊。结果我不是好牧人，那羊都被我养死了。好牧人为羊舍命，结果我在养羊的时候是好羊为我舍命。哇，每次读了都很惭愧。那个我的羊都喜欢跑到哪里？跑到空军的那个停机坪去了。跑到停机坪那个不能进去了，那是飞机啊。那我要叫它出来又不出来，那个又要有特别通行证才可以进去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就是他听到我的声音，他就我就赶快出来，就会出来。那有些出不得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全身这边捆绑住了。更糟糕的是，我的羊曾经跑去哪里呢？跑去我们的作战室。哇，全屏东机场最严密的地方呢，作战室去把那里的所有盆景的花全部吃光光。那我们的连队长啊，那时候我们的空军总司令叫乌岳上将，他是个基督徒，他很喜欢盆景。我们的连队长说：“报告总司令，我屏东的盆景这么漂亮，都带他去看。去看了以后，全部光秃秃，剩下后面2根我的羊没有吃到的。哇！结果那个连队长很尴尬，那个总司令骂连队长，连队长骂作战长，作战骂作战官骂我。我就在那边被他站着划了4个小时的站立，因为我把他的所有草都吃光。好，来，公用的羊圈就这样子把羊叫出来，所以你看牧人跟羊的关系何等亲密啊！另外有一种羊圈呢，是私人羊圈。假如我牧放的太远了，我没办法赶回那个公用羊圈呢，那时候呢，我就用石头暂时堆成一个石墙，上面放着荆棘，防野兽来袭啊，中间留一个小洞口。然后呢，那个牧者呢，牧羊人就躺在那个洞口的入口处，成为羊的门，防止晚上羊要跑出去会遇险。那或有狼或野兽来的时候，攻击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小洞口，那牧羊人就在那里。所以，因此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羊的门。”那是指着私人的羊圈。好，所以这里有这2个背景。那耶稣一讲这个背景，哇，以色列人就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个背景里面，而且旧约里面讲到牧人跟羊的关系，通常是在表达2种意思：一种是在表达上帝跟以色列民的关系，另外一种是表达以色列的君王或者官长跟人民的关系。那这2个关系呢，跟中国文化完全贴切。我们中国文化有没有牧民篇啊？有牧民篇嘛，对不对？牧民篇就是指的君王，那个也有那君王是怎么来牧民呢？怎么来牧民呢？所以以前的君王的牧民最好就用礼义廉耻嘛。那君王怎么牧民呢？他是代表天来做牧民的工作，那跟旧约里面就完全一样。来，上帝跟人民的关系呢？诗篇23篇第1节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”诗篇77篇第20节说：“你曾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，引导你的百姓，像羊群一样。”所以君王、祭司都是牧人。诗篇80篇第1节说：“领约瑟如领羊群的以色列的牧者啊，求你留心听。”这也很明显。那讲到那个君王是牧者。那个诗篇第78篇72节说，那个大卫他离开了他的羊群，去牧养以色列民，他用心中的纯正、手中的巧妙来牧养以色列人，所以也是这种观念。所以
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困惑无助的时候，先知去安慰他们，说：“上帝并没有抛弃你们，反而像牧人一样要把你们聚集起来。”好，以赛亚书第40章第10节说：“他是指耶和华，耶和华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怀里，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。”所以就想到上帝不会放弃他们，然后呢，上帝也预言将来大卫的子孙的弥赛亚要成为人民的好牧人。这弥迦书第5章第3节，这我们都很知道。弥迦是说什么？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大卫的子孙要出来牧养以色列民。所以旧约是这样子，被掳以后的预言也是这样子。所以耶稣基督就在这个背景里面说：“我就是好牧人。”讲到耶稣基督跟团体的关系。好，如果我们背景了解了以后，我们来了解这个经文。今天的经文只有2个重点，一个重点是耶稣是好牧人跟羊圈的门，另外一个重点是耶稣跟气节跟强盗的对比，就是这2个而已。好，我们来看耶稣是约翰福音第10章，耶稣表明耶稣是好牧人，而且是唯一的好牧人。正如旧约的上帝按着名呼叫他所心爱的人。创世纪里面，请问亚当犯罪的时候，上帝怎么说？亚当，亚当，你在哪里？有没有？对不对？还有创世纪22章第1节也提到，还有撒母耳记3章4节，上帝有没有称撒母耳？撒母耳有没有？撒母耳听了以后，他不知道是谁，他以为是他的教父，什么？去叫他那个人谁？以利啊。以利说：“我没有叫你啊。”第2次，以利说：“没有。”以利猛然想到：“耶和华在叫你，你要说仆人在这里，耶和华请讲，你的仆人在这里。”所以羊认出牧人的声音，随他引导，就如古代的亚当、古代的雅各、古代的这个撒母耳，他们回应上帝的呼召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耶稣是好牧人，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寻找那迷失的羊。这马太福音18章12节，耶稣看见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这是马太福音9章36节。胡适之博士，虽然他曾经信主一阵子，在美国读那个康奈尔大学的时候，结果他以后就转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，被哲学掳去，他就没有信主了。我还看到胡适的留美日记，我看得很感慨。他写的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最恨基督教用感情捉人，而不让我经过理性的思考跟意志的抉择。”好，但是胡适他在晚年的时候，他还是常常读圣经。他最感动的就是这一节：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他说，这就是整个中国的写照。好，耶稣基督是好牧人，他也是我们灵魂的牧人。刚才我们彼得前书第2章25节有提到，他是群羊的大牧人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”这句话就很清楚，耶稣的死是为了羊群的死。好，接着呢，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也是羊圈的门。”第7节还有第9节，我是门。这里总共短短的几节而已，10节而已，出现了6次，都是耶稣亲口说的。那羊是谁呢？羊就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所以这羊就是我们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门。那到底耶稣这个门要进去哪里呢？从整本约翰福音的脉络，我们知道就是要进入生命，进入永生。因为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说：“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知道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得生命。”所以耶稣是这个门，让我们脱离死亡，
进入生命。好，因耶稣的名得生命。第二经文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不只让我们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，是永远的生命。所以，耶稣这个门是要我们进入生命的门，不是灭亡的门，是要脱离灭亡的门，进入生命的门，而且要进入永生的门户。所以，他说出入得草吃，进入羊圈得到保护，这是整个福音里面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只要住在基督里，我们住在基督里，我们就得草吃，进入羊圈。OK， 整个就会找到丰富的生命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是上帝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，是我们上天之门。除非经过他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这是约翰福音14章第6节。因为耶稣从起初就是与上帝同在，所以他是生命的泉源，他是复活，他是生命，所以他把生命给我们，而且给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。好，这是这段经文里面的第一部分。我们来看第二部分。第二部分，耶稣特别提到第5节1到5节，提到那个牧人以外，还论到劫跟强盗会在夜间里潜入羊圈，会去偷窃羊。那个劫就是小偷，小偷跟强盗不一样，小偷是蹲伏在暗中用偷窃的，那个强盗是公然的，一个是暗箭，一个是明枪，公然的抢夺。这个两个很强烈的对比。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，不从门进去的，倒从别处爬进去的，那人就是劫，就是强盗。”这第一节，那是指的公羊圈，那公众的羊圈。好，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羊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要逃跑。这里很强烈的对比，是整个约翰福音写作的特色。约翰福音喜欢写光明跟黑暗的对比，对不对？定罪跟赦免的对比，然后灭亡跟永生的对比。好，这里就讲对比，他怎么对比呢？来，你看那个牧人是由门而光明堂皇的进入，而由守卫来给他开门；盗劫是由某处爬进去。好，牧羊人是按着名字呼召羊，羊也认得他，就跟着他出去。一出去以后，牧人就走在前面。那个盗劫呢，不是，他是偷偷的抢着，然后呢，他已经在羊群的后面。你们知道那个牧者走在前面是引导的，那个盗劫走在后面是准备要抓去杀的。所以牧者是走在前面，传道人是做榜样跟典范。那个叫你出去死，去死，去死，他躲在后面的那个就是弃劫。他这个耶稣在这里做比喻，而且他走在前面，不时发出亲切的呼唤声，亲切的呼唤所以羊群就乐意跟着跟随。可是呢，羊不认识盗劫的声音，盗劫在背后用赶的、用踢的、用骂的，他不但不跟随，而且害怕就逃窜。所以展现自己人跟外人、好牧人跟强盗、跟随跟不跟随、生命跟死亡这两个势不两立，就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所以耶稣在这段话其实是很严肃的责备人。他说：“凡在我以先的，就是劫跟强盗。”这个强盗是谁呢？就是仇视破坏约翰团体的法利赛人，就是第9章的法利赛人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约翰福音第10章其实是延续第9章，延续耶稣基督医治一个生来就盲人的那个人，然后医治了以后，第10章就是这个医治后的谈话。所以这个背景是这样的。好，耶稣要责备人讲话好直接好直白。他说这些人是瞎眼的，是有罪的，是不从门进入羊圈的，是从别处爬进去的，是劫，是强盗，是陌生人，总是不怀好意，要偷羊、毁灭羊，要杀羊。所以这一些人呢，第9章说他们是心眼盲目了。9章40到41节。
第十章说他们是耳背了，耳背。前面说他们心盲，这里说他们耳背，以至于听而不闻。你看第6节说，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他们耳背，前面是亲眼看见神迹，却不相信神迹；亲眼看到这个医治的人做见证，说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。结果呢，他们就要把这人赶出会堂。好恶毒哦！看见神迹而不信神迹，听见见证人却不相信这个见证人，所以他们是心盲啊。这里呢，耶稣亲自解释说：“我就是好牧人，我就是羊圈的门。”结果呢，耳背，听不明白，因为他们是外人，他们不是耶稣的羊。所以耶稣为什么抨击法利赛人？因为法利赛人反对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、医治盲人复原。我们上次有讲过哦，你还记得我们在那个受难日的时候那一天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当耶稣被杀的时候，隔一天是什么？安息日。安息日，犹太人认为耶稣就是不守安息日，把耶稣杀死。可是耶稣死了，那安息那一天呢？他们去勾结谁？勾结罗马兵丁，勾结罗马当局，说你们一定要怎么样？派兵看守。请问看守那天是什么？安息日啊，了解吗？他们在说游说，他们用钱贿赂。请问那个是不是工作？当然是工作啊！所以这些假冒为善的人，他们所说的跟他们所做的完全相反，完全相反。所以法利赛人被称为假冒为善的人。那耶稣为什么讲这么苛刻的话呢？耶稣应该温良恭俭让啊！怎么面对法利赛人就变脸，讲话这样？其实总结圣经的教导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法利赛人的人，第二个是法利赛人的教训。所以这段圣经其实在教导我们，这要分辨。第一个法利赛人是什么呢？法利赛人的上帝是一个没有恩典、没有怜悯、没有慈爱的上帝。这个上帝是个严厉的审判官，是立法者，达不到他的需求，达不到上帝的要求，上帝就惩罚。他们就用这种律法来恐吓人。然后呢，所以你们这些人要不断的努力去讨好上帝的喜悦。所以他把每个人讲到充满了罪恶感跟亏欠感，他就好有成就感。讲完了以后，法利赛人又说什么呢？你们知道吗？我们法利赛人，他们非常骄傲，我们认为他们100%完全顺服上帝的律法，他们是上帝所喜悦的，是很正统、很正规、很标准、很虔诚的。他们靠自己的义，靠自己的努力、善行、虔诚服侍，他们就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。意思说，你们都站立不住，只有我站立得住。这是法利赛人。其实上帝的标准是100%，所以歪了一点，你亏缺了0.001%。也是罪。法利赛人认为自己是100%完美，所以他们不需要认罪，不需要认罪。他们祷告的时候就说：“主啊，我感谢你有1/10奉献。主啊，我感谢你怎么。”他们祷告就是控告，然后就是邀功，说我多好，然后不像那个不像那个税吏，就这种。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人就对人没有恩典，因为他没有领受上帝的恩典嘛，他认为上帝没恩典嘛，所以对人就百般的苛刻、挑剔、羞辱、贬义，真的没有怜悯心，没有包容心。所以，但是他们又双重标准。你看他们抓那个正在行淫的妇女，你知道为什么？照圣经的说法是，你2兆之间都要抓来呢？他为什么只抓女的不抓男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简单嘛，那个人钱一塞就没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哪一个人没有罪的，就先拿石头打他。”他们拿起来，一想起上帝的十诫，每一个都犯了。因为你敢打人、杀人的时候，表示你要为他的生命负责任了。我是100% perfect， 我才可以这种。结果他们没有啊，不敢啊。所以，但是他们假冒为善。好，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第2个原因。这里讲到小偷跟气节，跟强盗。
好，第二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教导会伤害羊群、伤害百姓、伤害弟兄姐妹。为什么？约翰福音第10章就在处理这个问题。法利赛人的教导怎么会伤人呢？教导一个公义的上帝，一个不肯赦免的上帝，一个千刀万里追的上帝，一定要把人这有什么不对呢？原因是这样的，他要百姓靠律法去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。换句话说，你们不要去领受上帝的福音，不要领受上帝白白的恩典。耶稣基督讲的是骗你们的啦，哪有这种上帝啊？这样了解吗？很可怕，要人去立功、立德、立言，所以他们把旧约法律解释得很详细。安息日你只走600步，这写说的，他们自己定的啦。然后呢，走601步你就犯罪。我说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些细节你都守了，你就合格了，你就通过了，你就可以到上帝那领奖。而我们这一些人就是功德太多，我们的缺点就是优点太多，而且我是100%优点，哇，这听起来很恶心。好，请注意，上帝赐下律法不是通天之梯，因为律法的作用是给政府跟社会维持社会的秩序跟制度。另外，律法的功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性跟我们的软弱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遵行，没办法达到上帝那里去，所以就让我们谦卑下来。上帝还有福音，因为耶和华有恩典、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什么丰盛的慈爱。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耶和华那里有恩典、有怜悯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所以，上帝在基督里从上面主动的来拯救我们，白白的施恩典来拯救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活过来，充满上帝的爱。是上帝的爱先爱我们，恩典先临到我们，上帝是接纳我们。所以我实在很盼望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标准是用因信称义的标准，不会用律法的标准。你孩子饿得要死，饿得半死，你说不行，不能给我吃饭，你要工作做，达到我的标准，然后呢，我才给你吃饭。他已经饿得半死了，你这都有可能。恩典是，请你先吃饭，来吃，来再夹给你好菜哦，完了还有水果，还有点心，还有什么？吃饱了吗？喝足了吗？休息满足了，有力量了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工作。这是恩典跟律法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律法是使我们谦卑下来，领受福音，并且领受了神的爱，然后对上帝的以爱还爱，领受上帝的恩典就以恩报恩，以恩报恩，以爱还爱，就看我们周遭的人有没有人需要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怜悯、上帝的宽容，就以恩待人，以怜悯待人，以宽容待人，这叫做福音。所以是福音在先，律法在后，恩典在先，要求在后。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结婚的誓约？结婚的誓约不是说我某某某在上帝面前誓约，我老婆如果做到这个，我就认她是我老婆，不然就赶地杀出门。没有啦，我们基督教的那个婚礼是，无论环境顺利、健康软弱、富贵贫穷、成功挫败，对不对？不以成功论英雄，不以富贵论人，都没有。然后我都愿意怎么样？喜悦你，喜悦在建立关系之前，喜悦你，然后接纳你，接纳在发展之先，先接纳你。我接纳你是这样的人，而不是我投射把我的想法投到你身上，你非这样不可。那不是嘛？然后尊重你，我把你看为重，在千万人中，我唯独尊重你，你是我第一优先。尊重你完了以后，才是爱护你，对不对？支持你，安慰你，然后专一于你，这是福音嘛？不是说你给我做到，我就怎么样不可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律法没有办法使我们往上提升，与上帝和好，得上帝的喜悦，而且绝不能使我们上天堂。律法真的没有，因为我们罪人做不到嘛，我们做不到嘛，所以反而往下沉沦嘛。耶稣不要我们任何人下地狱嘛，所以他责备法利赛人的本身跟他们的错误。耶稣的目的是，你们法利赛人可不可以信福音啊？可不可以承认你有软弱做不到啊？我愿意帮你忙啊！我是羊啊，我是好牧人啊！你们这些羊，我要为你们舍命啊！
法利赛人就是不领情，不领情。所以耶稣要我们知道，只有一扇门，就是他耶稣自己；只有一个完美的义人，就是耶稣100%完全的义，他能够站在上帝的面前。所以，圣经上保罗教导说，上帝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哥林多前书1章30节，那才是正确的教导。好，所以这两段圣经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谁。第二个，要我们分辨这两个，然后我们来反省，我们来应用。第一个，我们来默想，耶稣是羊圈的门。耶稣是羊圈的门，耶稣是我们的门，除非借着他，唯独借着他，我们才能够通到上帝那里去。所以，耶稣若不到世上来，世人对上帝很陌生，甚至会敌视上帝。耶稣来了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真相。他代替我们进入死亡之门，使我们得到生命。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进入地狱之门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他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你知道吗？请问你什么时候进入这个门？耶稣什么时候做你的门？就是你受洗的时候，你就跟基督连结。约翰福音10章3节说，耶稣说：“好牧人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，领他们出来。”而耶稣也要叫你的名字。所以在受洗那一天，你们注意，牧师都要呼喊每一个人的名字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要呼喊每一个人的名字？就是这个根据啊。不然的话，我当然知道你啊。我说，你在这里哦，好来，我奉父子是你们没有啊，一定说正确的圣礼说，请问你是谁？对不对？他说你是谁？牧师你不知道啊？不是啊，这是耶稣在呼喊的羊。他说，那你说你名字，或者我就直接说某某人，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受洗，给你施洗，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，在领洗的本人都是耶稣的小羊，耶稣按他的名字来呼叫他。所以我们受洗的人都是耶稣所爱的，都是耶稣所救赎的，都是耶稣所保守的、所引导的、所扶持的。而且耶稣说：“凡从我进来的，必然得救。不但我们有得救的确据，而且吃入得草吃。所以这个得救的意思就是平安的进出。这希伯人的那个俗语，意思是绝对安全、稳妥、无所畏惧。有一些人被恐慌或者被恐惧所压迫。这时候唯一最好的方法是把上帝的话语背起来。我有一阵子也是被恐慌所压迫。你知道我唱什么歌吗？恐慌的时候我就唱一首主学，我以前教主学的歌。你要当心魔鬼不要上当，你要当心魔鬼不要上当。有没有听过这歌？求主保守我在他手中，哈哈，老魔鬼没有办法，老魔鬼叫我恐慌了。然后就背那个主啊，住在我里面，你总不撇下我，也不丢弃我。希伯来书3章第10节，你不撇下我，也不丢弃我，主在我里面。那我认识一个弟兄他也恐慌症。他说：“牧师啊，你知道我恐慌怎么好吗？”他恐慌到一个地步。然后我说：“你怎么好？”他说：“我刚刚信主，而且来荣光堂刚刚来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我只会唱什么歌。”我说：“你要唱一个，主在圣殿中。”他只会唱“主在圣殿中”，然后就唱。他到家里会恐惧说：“主在我家中”，了解吗？他要进厕所的时候恐慌，他说：“主在我心中”，了解吗？他就一直唱这首歌，他整天一直唱。他说：“一唱他就恐慌，把他赶出去了。”其实上帝的话语，耶稣基督是门，我们进入了，他就爱我们，肯定我们，接纳我们，而且引导我们，扶持我们。所以住在我里面的比全世界还大。而且得的更丰盛，意思是每一件事情，上帝都要给我们到达丰富的地步。所以请注意受洗或者领洗，只不过是入门而已。你考上了，假设你考上了台科大，并不等于你就是出来就是科学家了。我们也在台科大教书他说他们学校有一个人每一年都捐4000万。那个人跟校长说：“我捐的钱，你绝对不可以给我公布，也不可以曝露，更不会表扬我。一表扬我就断掉。”
我这个人几年每年都这样捐。啊，他说我是一个很乡下的人，然后读高职被人家看不起，然后读台科大，然后台科大装备我，哇，使我就在台科大读书就好多专利，我出去工作我赚了好多钱，我当然要回馈我自己的母校。好，请问当他进入台科大，不等于他就他说我是在台科大受装备 ，OK， 进入了门以后，所以耶稣说，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教导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所以，我们荣光堂要转型，我们到9月以后，要让我们全教会都成为一个学习者，不然都成为教导者。教学相长，让我们教会都是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，一起来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。哦，我以前教主日学有参过，叫一门之一三门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有两面，请问你在哪一面？所以今天，请问你在哪一面？如果你是受洗人，就在里面。你在里面的人，你要不要再得了更丰盛的生命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，神的话语。第二方面，我们来反省。好牧人跟羊群，请注意，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要逃跑。这个法利赛人的第一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有，法利赛人的教训在教会里面是，在这里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，法利赛人第二个问题是错误的教导。这里其实只要是针对牧者跟教导上帝话语的人都要非常的谨慎，每一次讲道都要讲上帝的真道，而不想讨好人。所以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传道人所讲的，将来每一句话都要在上帝面前重新讲一遍，哇，都要面对。我非常感谢主，我来荣光堂以后，我真的很认真在准备讲道，我每一篇讲道都写成逐字稿，我很难得，我真的写成逐字稿。每一个字，所以我准备讲道准备的很辛苦，而且压力很大。我每次以前在讲道，我都睡不好，压力很大。我把这个痛苦告诉我的讲道学的老师陈兰洲牧师，他说启峰，我每次讲道都拉肚子，他说到现在还在拉肚子。他说我更拜刚得了落塞，而且落2、3天。他有一次落到他没办法，他在富强教会聚会，他就跟富强教会的牧师说：“我的刚得哦，我刚得赫人功德拢落塞。”那个牧师说：“感谢主，你知道那个神圣感跟那个重任跟压力。有一天你不拉肚子的时候，我就怀疑你，你在面前神的道乱讲。我常常做梦见我在讲道的时候忘了准备讲章。”我都很恐惧，可能要醒过来，或者忘了去讲道。好了，压力很大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，请注意，圣经上不只要传道人讲真道，而且要弟兄姐妹也要分辨牧师、教师所讲的是否正确。约翰一书说：“亲爱的，不要每个灵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我出于上帝，因为许多假先知已经来到世上了。”彼得也说：“从前在人民当中，曾有假先知出来，照样将来你们中间也必有假教师出现，他们偷偷的把使人灭亡的异端引进来。”这是彼得后书2章1节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责任分辨所听得到、所教导的是否正确。所以，牧师所做的事真的做不完呐。但是，最重要的2件事情就是教导圣道，施行圣礼；另外一个是成全信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夫妻再一次回到荣光堂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35岁，现在已经发苍苍、视茫茫，而齿牙动摇，而血压高，已经62岁了。你看差了那么多年，再重新回来，请问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们当然希望是更多的教导真理，成全圣徒，让更多人都蒙召起来做工作。所以不是能者多劳，而是使我们教会能者多而分劳，对不对？万民皆祭司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祭司。所以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反省我们的圣召。教会的牧师是牧人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牧人。
我非常欣赏我们教会一个小组长，他说小组长就是小牧人，也要做真理的教导，也要做代祷，代祷就是祭司的职分，也要做帮助弟兄们一起来服侍，那是君王的职分。那这些东西，所以在圣召主日，我们都要问说：主啊，我当为你做什么？你看保罗遇见基督的时候，第一句话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他第二句话就说：主啊，我当你为你做什么？对不对？那我们来教会，我们通常都第一个问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我们会问了。第二个会问什么？主啊，你当为我做什么？这个教会当为我做什么？哇，那就悲哀了。所以羊群在圣召主日，我们都要问：我当做什么？首先，我们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认识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参加一个小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加入成人主日学，都要接受装备。好，我们是否像巴勒斯坦的牧人一样爱护自己的羊群？我们每一次都要好好的爱教会的弟兄姐妹。羊群也不是被动的接受牧人的服务，耶稣也要求羊群认识他们的牧人。所以每个圣召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那么多传道人刚开始的时候那么热切？久而久之，那个传道人就变成很冷、很老练、很严罚、很市侩、很摆错架子。有没有看过这种传道人？有啦，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讲说：“哎，启宏，你不要骄傲，我以前也像你这么热心。”我说：“是，恭敬。”他说：“你不要这样啊，你久了也一样呐。我看你几年呐，你不超过3年呐。”我怕我年轻的时候太激进，我希望我越老越激进，能够full of passion啊，能够更热忱。那为什么这个传道人难辞其咎了？但是羊群也要负责任。所以牧人如果只得到教友的不满、批评、抗拒，结果传道人会缺乏自信的，同意吗？真的呢。而且传道会觉得自己工作没有意义，转而就会抓权，去维护自己的自尊，巩固地位。结果教会又多了一些有问题的牧者。所以牧者是要成全信徒的，各尽其职，教导真理的。所以，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呼召，而接受这个呼召以后，我们要不断的栽培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圣召都要萎缩流失。所以，今天牧者不是请来替我们做工的，没有人会请一个教练来替我们打球了。教练就是要教导大家更会打球，更知道自己的位置，不论是守备或者攻击，都可以做得很好。哇，我认识一个弟兄，哇，就很。我好欣赏他，他昨天差点拿了兄弟的 MVP， 就拿不到。不过他这最近的打击好夯的基督徒，他很夯，他打击的这么好，可是还有人比他更好，我就连续打了5个全垒打，他就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圣召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让我们教会里面更多人被主兴起。而且兴起以后，我们大家知道，圣召的兴亡，教友有责。我们盼望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教会有一群人出来教主日学，有人出来做烘焙派啊，有人出来要做什么？那我们夏令营上次也很多人出来，那我们教会的探访也有人出来了。不用牧者，每天都是这边探访，我们很感动，更多人出来。然后盼望以后我们的查经更多人来装备。我们的查经哦。到下礼拜我们就结束了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可能新的规划，要鼓励弟兄姐妹更多人出来接受装备。我们就要开始装备啊，请大家为秀 A 教育执事跟我祷告。我们开始来怎么预备，让我们教会更多人都接受装备，更多人都出来传福音。然后我们的姐妹会动员起来，我们的各小组都动员起来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今天是善牧主日，你是好牧人，你也是羊的门。我们从你进入，我们就得丰盛的生命。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主啊，帮助我们这些领受丰盛生命跟永生的人，我们能够把你的恩典分享出去。主，求你也恩待我们每一个人，都注意我们自己的 calling， 我们的圣召在哪里？主啊，恩待我们，不论在家庭，不论在职场，不论在社区，不论在我们的亲友的当中。
主帮助我们，把我们的圣召能够为主而活，过着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。主耶稣啊，求你赐福我们，恩待我们每一个人，带领我们荣光堂面对我们的转型跟面对我们的成长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谢谢牧师的分享。接下来我们来把今天的金句做个背诵。金句背诵是约翰福音10章9节，我们来读2遍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约翰福音10章9节。再来一次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约翰福音10章9节。接下来我们是圣餐礼，请大家翻开